其实有一个出发点是说，比如说我在接触就是看新闻的时候，我的家人或是一些亲朋好友，他可能看到抗争的画面，新闻上，他就批评，他会说你们这些人在胡搞瞎搞，弄乱社会秩序，然后阻碍交通，然后其实就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。为什么不好好找个工作，在那纠众闹事，危害社会？你不会丢脸吗？可是那个真的，你真的深入了解之后，我觉得其实那个是必要的手段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就是说，我们去采访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有被震撼到。比如说那时候工会干部的这个太太，她怎么样自己一个人，她真的就是拿着丈夫的遗照，非常的孤绝的就站在工厂前面，就所有的人都冷漠，可是她就很坚定，因为她那个怨恨或者是那个不平，就支持她一定要达到目的。可是这个东西，你要是真的接触了、了解了，你看到影像了，就会被触动。如果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社会上所有的不公不义，我们有必要走到这一步。那我觉得牛粪这个也是，就是加入到菜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很脏的东西，那你为什么敢碰？你为什么愿意去做这些？就是不管有像新闻也有卧轨啊，或者什么，其实很危险的或很肮脏的事情。那最后其实就是希望导向说，因为有信念，那希望大家观众看了可以理解说信念是什么，他们的信念是什么。他要进公司可以，除非先采购我们的山铁。大家都是辛苦替他工作的好员工，我们来试一下他敢不敢在媒体面前这么做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躺下，大家躺下。先拉队讲话，大家看。现在我们牛粪来了，我们来告诉他们，我们有多么的愤怒。